隨住美國同伊朗談判破裂，令到中東局勢再度升級。美國總統特朗普喺星期日發文話，已經下令美國海軍立即封鎖霍爾木茲海峽，阻止船隻進出，並且嚴厲警告話，美國已經準備喺適當嘅時候了結伊朗。I think Iran is in very bad shape. I think they're very desperate. We had a meeting that lasted 21 hours. We understand the situation better than anybody, and Iran's in very bad shape. And just so you understand, Iran will not have a nuclear weapon. We'll not have. 佢喺接受美國霍士新聞訪問嘅時候，亦都強調唔會允許伊朗出售石油賺錢。佢又話曾經聽聞中國向伊朗提供肩射式防空導彈，但佢就懷疑呢個消息係咪屬實，相信中方未必會咁樣做。但佢就警告，如果相關嘅軍援屬實，將會對中國嘅商品徵收50%嘅關稅。美國隨後就宣布喺美東時間星期一早上10點起封鎖所有進出伊朗港口嘅海上交通。美方就強調行動唔會影響往返非伊朗港口經霍爾木茲海峽航行嘅船隻，以維持相關水域嘅航行自由。伊朗國營電視台引述海軍司令伊拉尼話，美國威脅伊朗實施海上封鎖極為荒唐可笑。佢又話，伊朗海軍全面監控同追蹤美軍喺區內嘅一切動向。據新華社引述伊朗媒體同消息人士報道話，美軍有2艘驅逐艦曾經試圖進入波斯灣，並且穿越霍爾木茲海峽。但喺革命衛隊監控同部署行動下，驅逐艦最終被迫撤退。